不管是假日还是平日，位在苗栗公馆的鹤山饭馆永远高朋满座，生意这么好，因为他们的客家菜真的很道地。肉丝、鱿鱼加青葱，您发现了吗？这一道客家小炒没有炒豆干。老板娘刘瑞霞说，这才是她坚持的传统做法。那如果你加了豆腐干，那它就可能第二天就会酸掉了，会浪费掉。所以以前阿嬷教我们的是完全不加其他佐料的，强调简单料理，炒出食材原味。开店17年，完全传承老祖母的好手艺。像是这条鱼，能够色香味俱全，酱汁功不可没。这个梅子是我们自己晒的梅子，自己酿的紫苏梅。然后它有紫苏的香味，又有梅香味。谢谢啊，谢谢我们基隆的贵宾了，谢谢。老婆管厨房，老板管厅堂，两人同心协力，让老饕们对客家菜赞不绝口。他们打出的客家品牌还在总统府的国宴上亮相，道道都能挂上品质保证。像是这 QQ 亮亮、嚼劲十足的蹄膀，也是招牌之一。只是要上桌不简单，因为光是酱卤加上蒸煮，就要花上2天的时间。从一般的卤皮板入头吼，从卤皮嚟就不用遐少，啊，我哋啲卤皮嚟不用遐大。佢哋碗也結漿，嗰個也結漿吼，你全部自家做嘅，全部都遐強遐好食。要发挥客家文化，连饭馆都像个小型博物馆。阿婆时代的碗橱、装热水的客家器皿、客家古物，这里通通看得到。嘿，水母贴的抱枕，南边的木都贴背囊的枕头，啊，然后过2个加上的客家法布，佢就变一只动讲的灯笼。有创意又花心思，让原本的小矮房变成大饭馆。他们不怕苦、不怕累的客家精神，让传统的客家菜能够永远飘香。客家小炒梅豆干，传统真滋味。鹤山饭馆里，老板用酱汁酝酿，用古意传承，国宴上菜的荣耀，增色我的感动时刻。